歌从来闹连连，穷下糖果按路线。大家好，我是罗欣欣。文化嘅杂件就会对社开始来做起。节目一开始，我哋邀请到嘅来宾群林力先生，佢自家唔但将系山歌唱了好，也教出耳朵嘅小朋友来唱山歌哦。我哋就穷下来欣赏今本日嘅节目。西风大作用呀半阴晴上古风，牡丹花香青山顶，冲锋万里莫孤功。呀路寒林中阳松，牛别奔齐上古风，真情不随前江水，等君炼丹来做。高墙阻上对年高，不明不怕来心愁，总更深多银看，终究过了我一生。相当好听嘅曲调係今日嘅來賓群林力先生帶來嘅哦。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陳玲麗。先生我想嚟請問你哦，你睇擺來咧客家電視台錄像啊，從嘅山歌就啱好聽，想嚟問你樣板會開始從咧客家山歌嗎？從細時節我卡就有阿叔阿伯啊，接接咧我卡聊我聽咧，愛先咧唱山歌，做三腳踩叉，我啲聲音咧是走上走下，上下是會本阿 Q 講過來唱一下，就咁樣唱。後面咧到錄音間咧，漸漸就老咧，冇頭盤向下聊咧，我啲是不看咧，是彈嘅黑膠唱片，唱嘅18年哈，18年啊，我們常常嘅是幽默盤啊，一家哈，啊，我們有到注重各種嘅時間，哈，到各種嘅時間有讀書咧啊，一起做透露，所以咧幾十年咧就冇做過有機會咧唱山歌哈，咧今年好有機會咧，一家就做過唱山歌，知道哦按熟悉嘅曲調自動升起，哈，有做過音準咧啊，後尾一家有認真學哈，認真學有做到個
做到曲，做到吃哈，是安样来比赛。爸爸呢？初夜时节大家都希望讲有机会，因为我喺度做动哈，爸爸也都希望讲我有机会来唱山歌本吉他，都该天创意来唱哈。先生你讲你创了个客家山歌啊，开始係細細嘅時節要彈了客家嘅山歌，唔過一直都太冇時間，要繼續來唱係因為人嘅爸爸想去彈而唱哦。係，爸爸我從細時爸爸就當希望講我都做得都該主動嘅天創意嘅台上唱本吉他，你爸爸又冇才咧哈，你唱咧爸爸當可惜就冇機會做個彈到咧。唔會啦，我相信吼，你嘅爸爸啲天當彈到你唱山歌也係真快活哦。謝謝。先生，我啲吼係除咗唱了嘅山歌之外，你係要去教嘅小朋友唱山歌。係。你做得講一下啦，教了嘅小朋友難忘嘅經驗哦。有。第一擺教了幼稚園嘅細路唱山歌吼，親切啦。因為細路從來就唔識彈歌安尼三太跳嘅曲調啊，對佢哋來講真件是當難用吼。從頭安尼唱冇隻細路愛參愛，我哋是唱硬唱，音樂變啊落去以後，佢哋是哈哈大笑，全部睡到天嚟下安尼笑，就安尼笑唱咗3日，細路冇班集細路愛唱愛彈安尼吼。我心肝想講，哇快啲咧，你怕冇辦法做個教下去咧，因為細路啊吼，有人就講啊，聽人學了三太跳就真難咧啊，莫講了細路吼，我心肝想可能會放棄咧，結果我心眼一轉，我想講。唔係啊，我做細年嘅時陣，咩安尼聽安尼學來嘅，所以我是想學，我要用高他耐心來教吼。所以安尼咧，我是安尼做個耐心教。到聽5月嘅時節，細路就有一隻3歲嘅細路吼，就當等印象，全學校最等印象嘅細路，叫做啦，是天天唱冇伴啊，但是還是抓到機會咧，還是想就做出來，我講哇，你唱得好棒哦！全校嘅小朋友本去掌聲鼓勵安尼吼，結果全學校看到，用我幾好鼓勵，我冇好鼓勵。就安尼50分鐘，全學校嘅細路就安尼是唱起來山歌子咧。哦，真件係真好嘅一個教學經驗呢。先生嘅，你教了山歌啊，還有教了幼稚園、幼兒園嘅小朋友，有乜嘅方法冇？因為小朋友學了嘅山歌很難啊。所以。任何嘅音樂咩曲樣對佢哋來講當生疏嘅，我哋再表音樂，學生唱本吉他，雖然佢完全冇接觸過，佢會知道你個按鼓板嘅東西安尼嚇，佢冇彈過，我哋表本吉他，彈咧我哋演唱，佢彈久咧，做個加上鼓勵佢咧，佢會知道當神奇，所以就安尼，我就到1週半夜以後，就帶2支細路。全國第1隊幼稚園嘅細路上台去天創意合唱比賽，唱了山歌子。唱山歌子哦，咁有機會希望做得彈到先生嘅學生嘅來唱了山歌子哦。好啊，咁下來先生會帶來嘅係乜嘅歌曲？我就來唱山歌子。好嘅，我哋出來欣賞哦。好，下來欣賞先生帶來嘅山歌子。繁星流。
客家歌谣最特别嘅就是做啲水口创作，不管係自家唱，也係老人對唱，像是呀歌詞有神奇，也有動情嘅意思哦。今晡日我哋就來聽辜福光先生唱嘅片版，你係歌詞啊已經當有味哦，共下來欣賞。散歌在咧传统嘅社会当中呢，本来就系乡亲记得话，在错了嘅时间呢，休息、唱歌、喊个交流佢嘅生活部分。
节目嘅最尾，我哋過來獻上一首羅山歌。山歌從來鬧連連，希望大家會中意今晡日嘅節目。希望大家長來了。